神武合同气冲冲回走油门，5日已过。现在讲起来，下半日1点钟左右，估计夫人饭分吃个了。啥体你个习惯，不要等我走来一道吃个。所以我就这么急匆匆忙真来听而来。各位夫人心性，比合同30岁，聪明能干，脾气像个鸭，鸭跟得那哈一日。走到后林有必须，为子看不惯食堂上向儿女我做，仍有气过言语。所以牙膏真不恶，能些20岁。今朝中饭来早准备好，夫人等着半日子呀。现在看见男人走来嘛，蛮开心。娘公，夫人，请，快我到水了，这饭哪吃得了呢？说起给他死了还呀！唉呀，那抱得个你不开心噻？相公有后啥许多退呀？这行方在古人街上有一女子来与告状。哦，难怪男人也我死着。新年新三第一周出门，谁碰上有人告上？我讲是个女的，古上当中讲起来，出卖了不吉利个呀。别个闲话也讲出来，人家大年初三过出来告上是肯定有集体的有望，不相信问问看。相公，这女子所告何人？双告太仓王恩王离谱，来婚一事。相公口人真说，这小女子实际人才啊，我吃得真爽。这就好了，待等开营复审，说出果真有话，这是必了。哼，我来个斗，信不信开他如何？哈，斗争不胜，哎呀，比不正我也不好啊！你少了这样做你。相公，你如何以儿奉行，欺骗不行，这却为何？妇道人家女女之辈，两只出于3把手的，懂得什么会？不知道，砰！抱着一腿嘛嘛，牙瑞嘴。夫人爱他这样，说说我今朝讲个闲话，分过分啊！少天不啥样多个脾气呢？口里把手一推嘛，水子锅里向得出来一张纸头，啥不是讲？啊！谁起来一看嘛，是一张上纸。哼，想想大人啊，你做得个果真个昏特子，连得上纸得他才分晓得。拿个张上纸从头至尾口话嘛，对这个小姑娘肃然起敬拜服。该桩事体我一定要弄弄清。夫人哪受得了？大致我头吃房厅，急匆匆来到梅花诗友进入洞门，对到上床跟随嘛，我头喊一声：“夫人进来吧！”搿辰光个后筒像捏上头浪磨米嘛，也像磕脱头个苍蝇。啥体？王玉清个张儿子本来大致随着个劣迹。副科长王玉金来与告上，那么我弄不弄？所以刚刚一封书信，怕人李亚狗到他长期不了忘恩，难看难行办。信没送他，晓得我这样做叫知法犯法，所以心里想无罪无罪。夫人的，哎呀，你来说起啊！夫人，天海地。冬时已黄昏，到此则是。相公，一直是说失落内大，你可知晓么？这个，我晓得你为分国上了，各位贴身的来，奉为是说。也好得来，做官做得上，自然过不来着。该嘎子张面孔打这过来，都是风声。山水不必一放，不想。你不想，你不想嘛，我还想过。
相公，下次是说起身开沟的了。晓得你白也口个呀？那么哎呀，门里口来么雨后几家啥吧？打开子里个话子为底个了。再关键个张儿子，我有几不得人命个事体来。身为阿嘎达手最留下来皇恩手也把我一封书信，为不识厚礼，把人塞钱。万万了不得，黄都里向17个人妖精，王月军来与告上，那么个龙井。搿对事体，夫人不晓得个，以斗必说，所以神去分门。来分门啊！哎呀，来分门我还讲个呀，相公。夫人，一起盛开来，下次是说写的字字有力，句句动人。看得出个，这个相公呀，字里好几字。对那个后青天摆着绝大的希望了呀，相公。叔叔们来得忘恩，父亲父亲，来得这个相公娘富有富水，为的上有两样的态度，两样的对待呢。哦，我晓得这大概两个的身份地位大不相同。哎呀，一切盛开来，你这斗争不慎，分明是国相后八倍忘恩，草菅人民配谁生啊！夫人家步步紧逼，这种人说得个后头呢，一讲讲不出，一并杀岗。所以这是面孔绑进门脑水深的，也是君也是个后。哦哟！嘿，幸福！气候。
门心哦。你枉为还有妻君死得谁雄斗地府，你唯有吃一不心来许说我是人莫姑姑，想我把子民害是人莫草菅人命路下红。王玉清开仓衙门一定罪，去年呀记得勾手大堂上，一人不有王后，你家还同得去红。王玉清的米老下，你自家在分海有王的，你叫我们哪帮你反恶啊？哎呀，这个一定我分怕你错呀！我谁讲你真正办事不公？你分明晓得王玉清是有王，为的啥也斗争不生？不，夫人一边心里一句海话，特天哦，只因那王恩差人送来一信。王恩怕人送信不来啊！哎呀，这个事体我分晓得哇！刚刚晓得原来王恩来着的你通过起早。我不得，你也帮杀个王恩，害杀王玉清，真那个当鬼奔进来一个当场，别斗人，拒绝的。夫人听见拒绝的，人会得一顿。哎呀，要对没给，心意心塞，罗得来啥个拒绝呀？想让你里向与人赶上，腰里向来一份拒绝。阿为得这个张案子与归家，哪得不能追责？儿童啊一等，心意心事有啥个结局？打接过来，当场出气，新风起的心子吹到水里，细细的一口，看得呢哈，不是我形容啊，看得个儿童头皮发麻，眼睛发定，指人发癌，四肢发抖，浑身发麻。你阿姨估计是看封信也看得这样副样子，嘿，下这封信来的人不得了的部队称，啥人是合同的先生，当日龙香爷的儿子，真公娘娘的外甥，皇帝爸爸的继女子，13套百文武家女，号称轰天炮龙梦金。龙梦金年初一得丈母娘得去拜年，得上3岁，自家未婚妻王玉金赶得苏州去告上，接得个龙梦金连夜赶路，3日3夜不得来到苏州，是了罗达有面过三毛地里个师傅得请得张个大。母亲心慌，自家未婚妻来于告上，果然家郎向不了合同，八步掉内，当一条不上高，又想冲上油门。不了那个上京卡了，对不对呀？难道苏州来是巨难阿巨？难去闹一闹后果，不可设想，只怕要龙江。啥个？难写下一封信，偷一偷，再做道理，改一改苗头。所以今朝个封信，没简单几句闲话。开门见山，实话其名，合同得悉在古人家郎，难待我未婚妻王玉金八步走过，我万分感激，是后登门道谢。这个谢个谢是谢得特别的我讲，顶得出来谢个。而且边浪向为一个一个慢慢个油球球，三个像一阵一阵的抛开瞄准自家的油门来呀！我对对眼落进龙梦金，你想起哪飞哈？我觉得浪向后滴哩哒啦浪子出来，哎呀这！夫人哎呀好个啦，还会发心脏病个家！哎呀看上去搿封信浪向出大事体子，眼睛
我屋里岔开门，相公，有何事此真话？哎，我说不离去的风水，请开。接过来，兄弟只比口误，回过头来担心自家男人妈妈，挖空大大耳品封家，又发觉这个松松女泪。哎呀，别个再一想嘛，那大人看见这封信用不上，觉得是个安怪。那这样，这些个张有娃儿子，龙门就小命来不及问，说了这个讲，相公，夫人，你这样并非这些，必可云开几实，有何事此真？夫人，这怕是爱生不得。为了什么？这个那个快讲！夫人，是当初坚持的对你实施了吧？给因为犯人阿德之手追那忘恩才人送来一信。哎呀，你讲这样！我为瞒他那个事情来呀，他为送来厚礼80，本人3千。相公，你口人谁下？我叫龙家呀，你到底下头人银子包来，随便哪不肯随走起，讲银子他是太走起个说理都也不懂讲，吃上我了又吃上一个，我无可奈何，只得就来。哎，相公，此乃是雷崩宴会，你幸福太子。夫人，义送了，义送了。我恩心拉下是要得蛮清爽，这个3千两银子跟儿子毫无关系噶。啥体送银子不能呢？因为离太官令下，现在除了他差，怪我手嘴不花的，所以通过今日呢大张眼睛遮阴。本来想听得他唱去不想2日天，但是屋里向出自这样一张明案，你也不心想，所以送3千两银子，叫代书代罪，与本爱富贵。但现在辰光唯一了。那么我今朝不是也必杀难呢？既受不回，是啊，心口复审。没关系的，也不来呢。看到去这大地上去我说是富贵，到医院是千里。什么千里？你新郎最后还吐一句，讲你个女婿反子人民儿子，这点1头2头，那么临时居然改了里向，还有说17.03块的，所以呢，痛我。这个，哎呀，各种言语正大光明，这也他家点子本来是可以做的，为什么也本人生气？这个哪个？我看来不是你自家偷账，你不能该自由其事来。你这怪我，一念之差，粗手3千，我太诈枉法，实是该死。对不起夫人，也对不起朝廷，更对不起百姓之民。我还通吃下。百里了！看见男人举了自家门前，神人偷账枉法门，夫人的心啊痛着呀，眼睛双手搀扶，相公乖乖请。是，扶过来手的，现在的夫人。心里想，也是气，也是恨，也是担心，这也是伤心。恨的是忘恩失长偷人我事，气的是男人得会偷财失足，担心的是这封信廊下的龙梦竟是气势汹汹了还。这里点出身来望着井里下一追的皇帝们的高难一上，可是你一家人家。也弄得家破人亡，伤心的是，
我也从小口内懂的，你一下奉公守法，想不到你人到中年如此特别。夫人一向好讲，从来不大哭的，但是今朝实在饿不了，两朵眼泪辣辣眼塘里向汪了汪，汪了汪，眼睛热了，发不里得出来。一肚皮个闲话，我讲随口，一吐为快。我相信到现在辰光，那男人总还听得进去的。家人来。当初你得到这功名之后，谁到我屋里向来求婚？我也随问来，你这样一来，一种爱民识字的父母姑，还是一种拍马风声的小子姑？你还不予我回答？我是王家之龙，为百姓办事，这两句闲话，回答的也好。的确，你是说的，做的。我们神经是所在，光是在一地为不够四处，百姓送亲戚，为其他话是给娘牺牲的，这那是他风气，世事中大身大中年心不稳，那句你所跟人非独内人心，我恨死啊！离婚一岁往里跑，他是松下儿把你逼自己。必从中谁下这人生情，空气下晚送的肮脏错，下公里谁的日美心机，做帮凶都为这人生。
空也有种心，倒不是两人清风自命熟，历经风波一回避，身比金银配为妻，想那人生是狗水不死。累得百姓杀身尽。你的空日梦，这个那个天，听得后头这两个人像狼吼什么？那个闲话叫家居义气，富不着王后。我他是没这样一回意内手，我后痛，不知落到哪种地步。夫人，一妻呀，听君一人话，生多虚人你我感恩，铭记在胸襟，我今生难忘你肺腑言，我也落在天下雨，雨在天下谁，我也越发个人越深我终身死里非说夫人学家下顾铭刻在心，喏，待等开宴复审与我立废此哎。这两句话，我们那会有点后青天的味道了呢。那是面孔啊红着呀，夫人才怪呀！两个，后来对老百姓的儿子还要一视同仁，秉公而德。是。哎呀，夫人请买。怎样？我个儿子反复的娘。哪啦？王恩把我个3妻2人子，我还卡了屋里向，我哪反恶呢？哦，哎呀，我呀！这点么事了呢，当你手去当了也不恶心过。那么哪办呢？千眼睛一转，哟，夫人怎样？你这样想办法，我该点么事就送到王月金小姐。懂着。3妻2人子不了王月金，你吃子这样点口头。第一，百里阿金，现在新法讲起来，精神损失费。第二点，表明心迹，让龙梦今下平息怒火，夫人你道可是么？对，你看啊哈，说句啊呵，啥时候呱呱叫，啥时灭，多亏夫人。哎，其实你是2级抽以3把手的，富大人家真懂得你们为国之大呀。龙儿咋会得夸呀？哎呀，夫人大气了，大气了。儿童啊，乃非要定心，王恩德行各大手最大脑友们龙虎相这么蜻蜓何当？喂，不知道
砰！暴人一推嘛忙牙瑞追。夫人爱他这样，说我今朝讲个闲话分过分啊，少见不10样多个脾气呢。可怜暴人一推嘛，谁子玻璃下得出来一张纸头，啥不是讲？打！谁起来一看嘛是一张上纸。哼！想想大人啊，你做得个古镇个昏秃子，连得上纸得他才分晓得。拿个张上纸从头至尾口话嘛，对这个小姑娘肃然起敬拜服。该桩事体我一定要弄清。夫人哪受得了？大致我头吃房厅，急匆匆来到梅花诗友正额洞门，对到上床跟随嘛，我头喊一声：“夫人进来吧！”搿辰光个后筒像捏上头浪磨米嘛，也是像磕脱头个苍蝇。啥体？王玉清搿张案子本来大致随着讲了结，副科长王玉清来予告上，那么我弄不弄？所以刚刚一封书信，怕人李亚狗到他场去，不了王恩，难看难行办。信没送他，晓得我这个做叫知法犯法，所以心里想无罪无罪。夫人的，哎呀，你来说起啊！夫人，天海地，冬时已黄昏，到此则是。相公，一字是说失落内大，你可知晓么？这个，我晓得你为分过日了，各位贴身的来，奉为四帅。也好得来，做官做得上，自然管不了着。该搞这张面孔，打这过来，都是奉上。山水半边一放，不想。你不想，你不想嘛，我还想过。相公，下次是说起身开沟的了。晓得你白也看个呀？那么哎呀，门里看下来嘛，与后几家啥吧？打开子里个话子为底个了。再关键，搿张案子，我有见不得人面个事体来。身为阿嘎达所最理我。叔叔们，你的忘恩父亲，你的这个小姑娘无有无谁，为地上有两样的态度，两样的对待嘛。哦，我晓得这大概两家的身份地位大不相同。哎呀，一起伸开来，你这斗争不慎，分明是国相后八辈忘恩，草菅人民配谁生啊！夫人家步步紧逼，这种也说得个后头呢，一讲不出，一并杀岗。所以这是面孔绑进门脑水深的，也是君也是个后。哦哟！嘿，幸福！气吼吼里都是众门心哦。你枉为
有妻金玉，死得三兄不地府，你为要吃一不信来说来，王恩下帮我一封书信，为不识厚礼，把人三妻。万万料不得，王都里向杀出个人妖精，王月军来与告上那么个龙井。搿对事体，夫人不晓得个，以斗必说，所以神去分门。哪分门啊？哎呀，哪分门我还讲个呀？相公，夫人，一起盛开来，相思似霜，写得丝丝雨泪，句句动人。看得出个，这个小姑娘字里行间是对那个后青天摆着绝大的希望了海啊，相公。什么姑姑，想我把子民害，杀人魔，草菅人命如下红。王月清开仓衙门，一定在去年呀记得勾手大堂上。一人不有王后，你家还同待去后。王有清德米老下，你自家在分海有王的，你叫我们哪帮里反恶啊？哎呀，这个一定我分判难错呀！我谁讲你真正办事不公？你分明晓得王有清是有王，为的啥也斗争不生？不，夫人一边心里一直害我。特天哦，只因那王恩差人送来一信。王恩怕人送信不来啊！哎呀，这个事体我分晓得喂，刚刚晓得原来王恩来着的你通过起早，我不得，你也帮杀个王恩，害杀王有清，真那个当鬼啊！奔进来一个当场，别斗人，积极的。人听见决绝的，人会得一顿。哎呀，丫头没改，心意心在，罗得来啥个决绝呀？想让日里向与人赶上，腰里向来一份决绝。哎呀，还会得这个张案子有关噶？
哪得不能追哉？儿童啊一等，新年新时有啥个节节？打接过来，当场出气，新风起的新子吹到水里，细细的一口，看得呢哈？不是我形容啊，看得个儿童头皮发麻，眼睛发定，指人发癌，四肢发抖么，浑身发麻。你阿姨估计是看封信也看得这样副样子，嘿，写这封信来的人不得了的部队称，啥人是儿童的先生，当日龙三爷的儿子，真公娘娘的外甥，皇帝爸爸的继女子，13套百文武家女，号称轰天。神父儿童气冲冲回州院门，偶日已过。现在讲起来，下半日1点钟左右，估计夫人饭分吃个了，下去立个习惯，不要等我走来一道吃个。所以我就这么急匆匆忙着来听而来。各位夫人心性比儿童30岁，聪明能干，脾气像个鸭，鸭跟得那哈一日。做得后领有必须，为子可不怪学堂浪向儿女我做，竟有欺过言语。生牙高真不欧，能些20岁。今在中外来在准备下，夫人等至半日子呀。现在看见男人走来嘛，蛮开心。娘公，夫人，请快我到睡了，这饭哪吃得了呢？说起给他死了了呀！唉呀，那抱得个你不开心噻？相公有后啥许多退呀？这行方在古人街上有一女子来与告状。哦，难怪男人也窝死着。新年新岁第一周出门就碰上有人告上，我讲是个女的，果然当中讲起来粗眉头了不吉利个呀。别个闲话也讲出来，人家大年初3勾出来告上是肯定有集体的有望，不相信问问看。相公，这女子所告何人？双告太仓王恩王离谱，来婚一事。相公口人真说，这小女子实际人才啊，我测得真爽。这就好了，待等开营复审，说如果真有望，这是必了。我来个斗，真不审开他如何？哈，斗真不审，哎呀，比不准我也不好啊！你少了这样作业。相公，你如何以儿不信，欺骗不信，这却为何？妇道人家女泪之辈，两只抽以3把手头，懂得什么？神父儿童气冲冲回州院门，偶日已过。现在讲起来，下半日1点钟左右，估计夫人饭分吃个了。下去立个习惯，不要等我走来一道吃个，所以我就这么急匆匆忙着来听而来。各位夫人心性比儿童30岁，聪明能干，脾气像个鸭，鸭跟得那哈一日，做得后领有必须，为子可不怪学堂浪向儿女我做，竟有欺过言语。生牙高真不欧，能些20岁。今在中外来在准备下，夫人等至半日子呀。现在看见男人走来嘛，蛮开心。娘公，夫人，请快我到睡了，这饭哪吃得了呢？说起给他死了了呀！唉呀，那抱得个你不开心噻？相公有后啥许多退呀？这行方在古人街上有一女子来与告状。哦，
难怪男人也活死着。新年新三第一周出门就碰上有人干上，我讲是个女的，果然当中讲起来粗眉流了不吉利个呀。别个闲话也讲出来，人家大年初三过出来干上是肯定有集体的有望，不相信问问看。相公，这女子所干何人？双靠太仓王恩王离谱，来婚一事。相公口人真说，这小女子实际人才，我吃得真爽。这就好了。待等开宴复审，说如果真有话，这是必了。我来个斗，信不信开他去后？哈，斗争不胜，哎呀，比不准我也不好啊！你少了这样做人。相公，你如何以儿不信，欺骗不信，这却为何？妇道人家女女之辈，两只出于三把手的，懂得什么会？不知道，砰！抱着一腿妈妈，牙瑞嘴。夫人爱他这样，说说我今朝讲个闲话，分过分啊！少天不十俺多个脾气呢，口里把手一推嘛，谁知玻璃下得出来一张字头，啥不是讲？谁起来一看嘛是一张上字，想想大人啊，你做得个古筝个昏特子，连得上字得他才分晓得。拿个张上字重对纸笔口话嘛，对这个小姑娘肃如起敬佩服。该桩事体我一定要弄弄清。夫人哪受得了？大致我头吃房听，急匆匆来到梅花诗友进儿洞门。对到上床跟随嘛，我头喊一声：“夫人进来吧！”搿辰光个后筒像捏上头拉磨米嘛，也是样磕脱头个苍。眼睛，我我头敞开门，相公，有何事此真话？哎，我说不离去的，夫人请开。再过来，重对纸笔口话。回过头来，担心自家男人妈妈，惶恐堂堂二品封家，又有不及这个搜送女流。哎呀，别个再一想嘛，那大人看见这封信用不上，觉得是个安怪。那这样，这些个张有望儿子，龙梦就小娘来不及问，少了这个讲，相公，夫人。你这也并非真心，必可云开几实，有何事此真？夫人，这怕是爱生不得。为了什么？这个那个回家。夫人，是当初坚持的对你实施了吧？给因为犯人阿达之受罪，那忘恩差人送来一信。哎呀，你讲过这样？我为瞒他那个事体了呀。他为送来厚礼80，百年3次。相公，你口人谁下？我叫龙家呀，你到底下头人银子扒来，随便哪不肯随走起，讲银子他是太走起个说理都也不懂讲，吃上我了要吃上一个，我无可奈何，只得就来。哎，相公，此乃是雷崩宴会，你幸福太子。夫人，义送了，义送了。王恩新郎想是要得蛮清爽，这个3千两银子搭儿子毫无关系噶。啥天送银子不能我呢？因为离太官令下，现在是了他场，怪我手嘴不花的，所以托我今日呢大张眼睛遮阴遮阴。本来想听得他场去不想2日天，但是屋里向出自这样一张明案，你也不心想，所以送3千两银子，叫代书代罪与本爱富贵。但现在辰光为一老。根本我今朝不是也必杀难呢？既如不归，是啊，尽可复审。没关系的，也不来呢。
看上去再打地上去说是不乖，到医院是去了。什么去了？你新郎最后还吐一句，讲一个女婿贩子人民儿子，这点点一得两头，那么临时居然改了里向，还有说17.03颗头，所以呢痛我这个。哎呀，各种言语正大光明，这也他咋点子本来是可以走啊？为什么也本人生气？这个啊？哪个？我看来不是你自家偷账，那不能该自由其事了。这怪我一念之差，粗手三寸，我太渣枉法，实是该死。对不起夫人，也对不起朝廷，更对不起百姓。下去，王玉清个张儿子本来大致随着个了结。副科长王玉金来于高尚，那么我弄不弄？所以刚刚一封书信，怕人李亚狗带他长期不了忘恩，难看难行白。信没送他，晓得我这个做叫知法犯法，所以心里想无罪。夫人的，哎呀，你来说起啊！夫人，天海地。冬时已黄昏，到此则是。相公，一直是说失路内大，你可真羡慕。这个，我晓得那位分过啥了，狗儿贴身的嘞，风威四双。也好得嘞，做官做得上，自然管不了着。该嘎子张面孔打这过来，都是风声。山水不必一放，不想。你不想嘛？我还想过。相公，下次是说起身开沟的了。晓得你白也口个呀？那么哎呀，门里口来嘛，雨后几家啥吧？打开子里个话子为底个了。再关键个张儿子，我有激发的人命的事情来。身为阿嘎达手最留下来王恩寿也把我一封书信，为不识厚礼，把人三千。万万料不得王都里向17个人妖精，王月军来于高上，那么我龙江。搿对事体，夫人不晓得个，以斗必说，所以神去分门。哪分门啊？哎呀，那分门我还讲个呀，相公。夫人，一起盛开来，下次是说写的丝丝玉律，句句动人。看得出个，这个相公呀，字里行间是对那个后青天摆着绝大的喜马了呀，相公。
心意，他后一心来，开天狗儿喜有望，回答在大家。叔叔们，你的忘恩父亲，你的这个小姑娘无有骨髓，为的上有两样的态度，两样的对待呢。哦，我晓得这大概两家的身份地位大不相同。哎呀，一切伸开来，你这斗争不慎，分明是波国相后。忘恩，草菅人民配谁生啊！夫人家步步紧逼，这种人说得个后头呢，一讲讲不出，一并杀岗。所以这是面孔绑进门，脑水深度，也是君，也是个后。哦哟！嘿，幸福，气吼吼里都是中门心哦。你枉为有妻君死得谁手不地府，你唯有吃一不心来许说我是人莫姑姑，想我把子民害，是人莫草菅人民路下红。王玉清开仓衙门，一定罪。去年呀，记得狗手大堂上，一人把有王后，你家还同得去后。王玉清的米老下，你自家在分海有王的，你叫我们哪帮里反恶啊？哎呀，这个一定我分怕你错呀！我谁讲你真正办事不公？你分明晓得王玉清是有王，为的啥也斗争不深。不，夫人一边心里一句海话特天哦，只因那王恩差人送来一信。王恩怕人送信不来啊！哎呀，这个事体我分晓得哇！刚刚晓得原来王恩老早的你通过起早，我不得，你也帮杀个王恩，害杀王玉清。真让个当鬼奔进来一个当场，别斗你，积极的。夫人听见积极的，人会得一顿。哎呀，丫头没给，心意心在，罗得来啥个积极呀？想让日里向与人赶上，腰里向来一份积极。哎呀，阿为得得个张儿子与归家，哪得不能追责？儿童啊一等，心意心是有啥个积极？打接过来，当场出气，新风起的心子吹得水里，细细的一口，看得呢哈，不是我形容啊，看得个合同，头皮发麻，眼睛发顶，指人发癌，四肢发抖么，浑身发麻。
你阿姨估计是看封信也看得这样副样子，嘿，下搿封信来的人不得了的部队称，啥人是合同的先生，当日龙三爷的儿子。军公娘娘的外甥，皇帝爸爸的继女子，13套百分武家女，号称轰天炮龙梦金。龙梦金年初一，得丈母娘得去拜年，得上3岁，自家未婚妻王月金赶得苏州去告上。接得个龙梦金连夜赶路，3日3夜不得来到苏州，是了罗达有面过三毛地里个师傅得请得张个大。母亲心慌，自家未婚妻来于高上，果然家朗向不了合同，八步掉内，当一条不让高，又想冲上油门，不了那个上紧卡了，对不对呀？来到苏州来是举内阿举，内去闹一闹后果不可设想，只怕要龙江。这个内手下一封信，偷一偷，再做道理，改一改苗头。所以今朝个封信，蛮简单几句闲话。开门见山，实后其名，合同得悉在故人家郎，乃带我未婚妻王月金八步走过，我万分感激，是去登门道谢。这个谢个谢是谢得特别的我讲，顶得出来谢个。而且边浪向为一个一个慢慢个油球球，三个像一阵一阵的抛开瞄准自家的油门来呀！我对带眼落进龙梦金，那想起难飞哈，我觉得浪向后滴哩哒啦浪子出来，哎呀这，夫人哎呀好个啦，还会发心脏病个家，哎呀看上去搿封信浪向出大事体子。